要信我達哥，你拍一單翻嚟試試，班章嘅口感，布朗嘅價錢，達哥今日咧要你拍一單翻嚟試試，少兩位數嘅價格，可以飲出200-300蚊嘅感覺，抵到爛啦！而且拍翻去襟飲啊，你就留低，反正商家支持。正裝免費試飲金布朗老樹熟茶，融合咗班章嘅厚、老曼鵝嘅苦、貝卡女嘅韻，仲有曼羅嘅香。湯色你見到未？酒紅透亮，乾淨冇渣。呢隻茶我以前飲過，入口咧應該有啲微微苦嘅，係咧湯香港嘅，微苦，但係一入口一陣就化啦，黏稠度、油脂感、糯質感好強悍。湯感特別濃厚，而且有少少黐口，有啲嚼勁，回甜回甘，快而持久。湯中帶住一股獨特嘅嗰種味道，嗰種感覺。所以今日一餅俾到你啊，79蚊。中意兩餅歡迎149，5餅299。歡迎正裝試飲，收到手試飲1-2泡，中意你就留低啦。